有啲人覺得基督徒唔應該慶祝萬聖節，因為佢哋認為同邪靈 Gnostic 招鬼有關。但我覺得，如果我哋只係因為怕污染就完全拒絕，其實未必合時。耶穌當年來到世上，面對好多不合神心意嘅習俗，佢冇避開，而係走入人群，用愛去迎強，去改變。睇同罪人食飯，關心俾人恨低嘅人，唔係贊同佢哋嘅錯，而係帶出希望。我哋當然唔應該投問邪靈或通靈，因為聖經講得清楚。但一個節日或者文化習俗，可以用正面方式去演繹。其實聖誕節、復活節原本都係異教之日，後來基督徒用正面意義改變咗佢，變成紀念基督降生同復活嘅日子。萬聖節喺北半球原本係秋收歇足，準備過冬嘅之日。今日嘅活動多數都係鄰里聯誼、家庭互動。只要我哋唔參與邪惡內容，而係用愛、歡笑同分享去面對，呢個節日都可以有正面意義。重點唔係拒絕所有唔完美嘅嘢，而係若點樣喺唔完美之中帶出光。基督徒應該用愛去迎向世界，而唔係用恐懼去遠離世界。